这个南投县鱼池乡这庄卡所在，要注射的长辈大部分行动不方便，所以鱼池乡长专工去甲慈善团体来争取经费，甲这个客停车行来合作，推出着防疫客停车免费接送的服务，暂时带到卫生所来注射。老大人讲足甘心的。鱼池乡老大人人口比例较悬，落天出门注预防车有免费客车接送，这老大人真懊恼，嘛真感谢。因为阮老岁仔人，逐项拢不方便，为做这个安尼排，我确实内心足欢喜的。去到阮兜干载，你知哦？哦，足好的啦，这个药酒真好啊，对阮老岁仔足好的。为了服务乡内这老大人，鱼池乡长争取慈善团体经费，推出防疫客车。或者老大人免搁坐公车去注预防针。除了第一时间去接送以外，咱对着车顶的消毒，然后呢注射完的时阵咱搁甲咱的长辈再登去厝里因为疫情关系，计程车生意有够歹，即摆配合乡公所防疫计程车服务，有钱通赚，佫会使做公定。让我们可以服务这一次接种疫苗的长者，然后另外也可以让我们家庭增加这一笔收入，所以说蛮感谢这个方案。南投县议员王秋淑真肯定公所安尼做，期待讲未来会使佫延续落去。目前南投县干那鱼池乡有这项的服务，未来将会建议县政府想办法，或者要去注射的老大人，拢有车通坐。